哎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火鸡顶的网络好厝边啊！大家晚安，大家食饱未？先来甲大家小姐问下，伊头条去吃暗暝环境，还有阿双暗暝环境，你好，你们好，晚安啊！好，现在来面对啊，实在是不太想面对耶，实在是不太想面对这个2026年年度回顾。对，虽然。奇怪，2026年不是才过到3月14吗？怎么就在年度回顾了？阿酸本来要煮咖喱，但现在还在床上躺。哇，那没关系，那反正我们今天也就是大概会开1个小时后我们会准时降落去看最新、最棒、最妙妙的这个台语版的 cover。对，我们2个准时降落过去，所以1个小时后就可以安心的去煮咖喱喽。好。那是的，那请问大家，你们2026年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吗？你们2026年的新年新希望做的怎么样啊？做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进度啊？最色的 MV 哪有乱讲？应该还好吧。虽然拉夫老师的神机确实是画的很棒，对，确实拉夫老师真的是把我们画的很美，但是的，没关系，等下7点我们就可以。那个7点就可以准时去看，真的假的？猫猫卡还要煮咖喱哦，好突然！你也要煮咖喱吗？猫猫卡爱晚安，请问你吃晚餐了吗？可能还没，对不对？等下煮完咖喱才有晚餐可以吃。干喜安呢？是这样子吗？好啦，那大家今年最开始的时候有定那个吗？新年新希望吗？一头的新年目标是什么？减肥跟每周一张图全部失败。每周一张图好像也不是很容易耶。对，不过确实我自己的这个2026年的年度计划也是以每周为单位在定的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就来面对一下吧。好不想面对哦，超级不想面对，但好，今天这个台都开了，就还是拿出来讲吧。好的，那以防有人不知道哈，就是在去年什么时候？去年年底的时候吧，是吗？对，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就是有开一个直播跟大家分享我新学到的一种规划新年目标、规划目标的方式，就是叫做 twelve week year 就是12周计划。阿酸的年度计划有进度，多进了一次推，哇，恭喜，太好了！这对大家的计划里面想要写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是你觉得重要，然後想要去实现的，应该就可以。突然发现这样别人的1年是我的5年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如果我是以10周为单位的话，在别人那个1年的事情，别人的1年我可以。对，我5年，很快就可以庆祝5周年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是人家说那个什么元宵节的时候，什么那个汤圆一样，吃1颗长1岁，你就连吃5颗，你就老了5岁，是这个意思哦？是这样子吗？对，Sandra， 晚安，欢迎，安安欢迎你来有吃晚餐了没？对，虽然这个时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点早哈，总之欢迎。对，那对我还是先打开，对，那反正那时候呢，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就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做计划的方式哈，就是可能大家都蛮习惯以1年为单位在规划的，但我觉得以1年为单位有点太长了，对Sandra 刚吃完吗？好的，太好了。那有吃慢一点吗？因为我也是吃东西吃很快的人，对我吃东西大概不知道5分钟10分钟，真的吗？结果室友买食材回来要煮咖喱，那我知道你一边煮咖喱可以一边听我的台，然后叫你的室友一起听。是的，一个都跑不掉，招北起言。阿君啊，安安欢迎你来，子君晚安啊，欢迎你来。完全没有慢慢吃，我很抱歉。对，这不是故意要提醒你，好吧？那总之呢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讲呢？哈哈。对，猫猫卡有说，发现这样的话，别人的1年就是我的5年。对，是的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番茄酱工作法？就是如果以1年为单位设定你的目标的话，好像很有可能都会拖到1年要结束的那个时候才把原本要做的事情做一做。对，那同理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
对，番茄酱好伙伴，对啊，应该很多人都会齁。对，你的 deadline 定在什么时候呢？你大概就会在那个 deadline 之前把东西挤出来。对，那我自己也知道，我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学看这个12周的周计划。然后后来又觉得12周对我来说有点太长，我又把它改成10周。对，所以就有了这个10周周计划。这就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小年，是这样子讲吗？对。的这个10个礼拜的计划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阿慧到底做了多少，超心虚。好，重视爱面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吧，对，原本定的目标，那时候好像定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有贴给大家看了嘛，所以大家都看一点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我定了些什么计划。周年快乐，谢谢阿奎恩，我是叫你阿奎恩吗？不是，不是那个周年。如果你是说人形化，就是变成帅哥之后1周年的话，变成帅哥1周年的话，大概是不是大概啦？是下礼拜二。我们下礼拜二有下礼拜二会开一台，下礼拜二会开那个人形化1周年的这个算是纪念吗？对，算是纪念，有庆祝一下。到时候会有开放，反正已经那个找满人了，就是到时候会让 VTuber 朋友，好像不一定只有 VTuber， 反正就是有突带环节，大家可以来听听大家想对我说什么话，然后还会宣布重大消息哦，也有很重大吗？普通啦，也没有到很重大，对，但是哇，这还没先跟你们讲好，你们今天就听到赚到，就是下礼拜二那个人形化1周年的这个算是小庆祝的时候呢，会宣布一个东西。对，宣布什么东西呢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请大家那一天来听，那一天才会知道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猜啦，猜对了我就很心虚的假装你没猜到这样子，毕竟我最会装傻了，哈哈哈哈。好，番茄柠檬不是番茄酱，对，番茄酱工作法就是到最后一刻再把它挤出来，是的，好，现在是3月14，我们这一年定的10周，刚好最后就是定到今天，这一天就是3月14。好，我们来接受审判吧。我原本到底想做些什么事啊？对，其实后来哇，这个真的是很自首，就是其实装心虚的时候可以表演的像是装的吗？好，可以啊。虽然我其实蛮不会说谎的，所以应该都看得出来。对，我现在就非常心虚，就是其实呢，其实我连续几个礼拜都没有做到原本的进度之后，我就没有动力了，我就没有再把这一份打开来看了，直到昨天我就是准备要今天开这个台之前，我才把它打开来看。完蛋了，错误示范，还敢教人家什么12周计划，陈火车。好，总之呢，原本好像有要做这个嘛。直接放掉，对啊，有时候真的是放掉打掉重来，有时候会比较好，有时候会比较好。好啊，原底计划是安怎？原底计划是每礼拜爱啉咖啡豆奶，因为我应该爱加一寡蛋白质，对，想说要吃多一点，然后就有那种新的养生观念嘛，对，营养学观念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要多吃一点蛋白质，然后少喝一点乳糖之类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原本的计划是每周爱啉咖啡豆奶，头一个礼拜啉1解，刷落来都拢无，太安尼，好，过来，原底个有要唱，原本还想要做这个嘛，手他又写的这个台语版填词。对，那原本想要在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把那个填词写完，但我后来很快就砍掉，我后来很快就发现我做不完，我就直接把这个拿掉了。对，所以它是被涂红色然后划掉的，没有错。这里每天早睡早起，保持运动习惯，结果现在我也是啊，我也是想要那个每天多运动，但是到底有没有嘞？是有每天做棒式啦，我现在有每天坚持。就是一定要！我现在真的每天有逼自己一定要做棒式，这个还有在持续进行中，太好了，我还是有点用的，但是要做更多就有点困难。嘿，好，有早睡早起，你是被逼的对不对？
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就是不得不早睡早起，有时候有一些外部的力量真的是会逼迫你去做到，这也是一种方式啊，可能是非自愿的早睡早起嘛。不过确实有一些人，如果意志力再更薄弱，就会变成晚睡早起，那就很辛苦了，也是有这种情形。哇，天哪，戳到你的痛处！工作的时候都晚睡早起，对吧？有些人会吧，就是会觉得那个白天的时间都拿去贡献给你的工作了，都贡献给雇佣你的人了，没有玩到，没有做到想做的事，然后就会晚睡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晚睡归晚睡，你还是得早起，就变成晚睡早起都不用睡。至少我自己也是略有体会，也是有这种时候，现在上课都还没有迟到过，真假？你很优秀真的假的？我读大学的时候是蛮容易迟到，或者是就是太迟，所以就就迟到一个程度，你可能就会觉得算了，我还是翘课好了。对，我觉得都没有迟到过是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，至少我自己做不到。不鼓励迟到，对，正确示范，请参考阿酸。对啊，报复性熬夜，对啊，这就是报复性熬夜啊，这大家都会吧？尤其是你的工作，如果让你觉得已经很辛苦，它已经就是榨干你的精神，榨干你的所有的快乐，你已经痛失所有的快乐，你就会想要在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的时候，去做一点你想做的事，然后就不用睡，对，哇，对，是的。原本想讲点什么，但还是算了，我们还是回来今天要做的事情。对，我们先自我审判完，再来讲一些有的没的。好，来，哇哩嘞，还是辞职吗？四个选项，但我不了解你的经济状况，我没办法给你职涯建议，对不起。好。真假还是辞职治百病啦？这个有听说啊。除了治不了穷之外，辞职治百病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真的。这是个人经验。好啦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天哪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本来要做一个卡片游戏，叫做艾尔。然后这个艾尔还在那个去别人的节目的时候大肆宣传过，说那个准备要印卡，然后要做这个桌游啊，哈哈，看看现在都几月了，哇，现在都3月了，突然觉得做这种10周周计划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那个审判来的比较早。如果是以年为单位在做计划的话，你就会拖到1年年底才发现你该做的事没做对，但是如果是我们用10个礼拜当做1年的话，哇，我3月14号就及早发现、及早治疗，就已经发现该做的事没做了，怎么办？对，也不错。对不过目前因为那个钱方面周转有点就简单来说没钱印卡，所以我先暂缓一下这个就执行这件事情。对。好，那总之我应该会在比较确定差不多要印卡的时候，我企划书其实写好嘞。我其实邀请大家来试玩那个卡片游戏的企划书，其实有写好。那只是因为我蛮确定，就是印卡不会是最近去印，所以我应该还是会等到真的准备要印出来卖的前1个月吗？应该那时候再开始邀请就是 VTuber 朋友来，然后线上试玩，感觉这样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在卖那个东西之前的那段时间要，如果有任何就是宣传或讨论的热度，应该要放在那段时间做，好像比较对。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有记得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暂时先被我暂缓了。呵，过来，哇，那条环球到底是对几条？这个可以讲了哇！那个时候神秘，那时候神秘都不能讲那个翻唱是什么翻唱，现在可以讲了，就是我们等一下7点准时首播，我们等一下这个台开完会准时降落过去，7点准时首播 Magnet 的台语填词版翻唱啊，这个有做完呢，太好了，对，所以录音混音啊都有完成了，就是现在都已经放上去，准备给大家听了，是的，然后。怎么样？非常期待翻唱，对不对？就我等一下连兴几毕业啊！
就知道你们喜欢这一位啊，这是宠粉主播，对不对？不用怀疑，宠粉主播。好，那再来，哇，这样好像差不多哦。综艺企划书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里面，其中一项就是我一直想要做一些用台语玩的综艺性的联动，对，就是找 VTuber 朋友来，然后逼他们用台语玩游戏。简单来说是这样，很宠哦。对啊，就大家如果有什么愿望，是可以许愿啦。啊，我如果有办法实现啊，我知道你们喜欢，就是尽量帮你们实现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宠粉主播没在开玩笑，就也没办法，我要取悦你们才会有你们来看我。讲的好像很那个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是真的可以许愿，好不好？免 cake， 免设计，好。综艺计划说，我确实有写，对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在这个原本的期程内做这些事情了，但总之呢，回顾这个过去的这10个礼拜啊，我确实有写综艺计划书，然后我有邀人了。博班的部分你再想一下，对，想要叫我去读博士吗？先给我200万再说吧，我蛮讨厌读书的，不要叫我用台语读博士，对。还有那个对，就是要先读硕士才能读博士，再等等，我也没有要读，等一下，对，除非你们就是现在就现抖200万，那再说，出联名料理包，那要有那个，是确实有想可以多做一点，有机会的话啦，也要有机会的话是蛮想做一些联名的商品的，但我好像要我主动去找人，好像也突然不知道怎么找，对，所以目前没有很积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有机会如果有人如果有厂商是有做料理包，想要找我联名，当然很欢迎的。选总统再想一下，选总统不是有规定那个年纪吗？我可能根本也还没到那个年纪啊，对不对？是觉得我多大？再想一下，现在是博班的报名时间，谢谢。可是报名博班不是要先有硕士的那个学历哦？还是不用？要吧？因为我根本没有要报博班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是正常的吧？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打算。这不是要先有硕士吗？我没有硕士。选里长，没有要。除了硕士论文以外，有其他学术发表也可以，然后生一份研究计划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也没有学术发表。那就去读硕士。你们这些人是怎样啊？不是，里面没有这个，里面就没有这个，也不会有，里面没有这个。对，我要拿出那张图咯，我找一下。怎么每次那个跟你们讲这些无为不为，都要在那边找梗图，好麻烦的人。我是说我啦，好麻烦的人，在哪里？找到了。不是我的 V 生成就清单里面没有这个没有好，回来，不是说可以许愿吗？怎么又呛你们？许愿可以许合理一点的吗？许我有比较有可能实现的，比如说叫我跟谁出 cover 这种，不是容易很多吗？不要许那种很难实现的愿望，先从那个容易实现的开始嘛。这边有很多人可以帮我看研究计划，这个起码也要等5周年之后再说嘛。现在才几周年，1周年都还没，人形化之后1周年都还没。原来不是宠粉主播，不对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好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只有1小时，要讲不完了，先回来。好，对，讲到哪里？讲到综艺企划书，有啦，我有写啦，我最近有写，然后我有邀人，但是2027，我不是说5周年吗？你怎么算的？哦，因为别人的1年是我的5年，哦，数学很好2027有点太快了，我暂时人生规划没有这一 part 呢，再想一下呢，里长票要投给谁？如果我有要选里长，我再告诉你们，反正近期没有这个规划，好不好？近期真的没有这个规划，好啊，到时候有这个规划的时候再去投我，好不好？再去投我啊，回来，等一下，我不小心关掉我们聊天室视窗，好 ，OK 了，我看得到了，好，对，好，然后原创，我怎么塞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奇怪，年初的我是觉得我很闲是吗？
哇，年初的我好有冲劲哦！年初的我怎么充满梦想，然后做不到？对，那总之呢，综艺企划书有写有邀了，原创曲完全没动啊，完全没动。原本要出原创曲的，结果都还没有进度，我的天哪！那再来，我们还写了什么？哎，没了耶！好，那也没多少嘛。好啦，那也还好啦，那也还好。对，讲完了，完蛋了，还有40分钟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开始迫害我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但是对，好，年初的时候也排了一大堆待读清单，现在变成机读清单，一定会吧？一定会吧？对啊，就是年初的时候会比较怎么说呢？在那个气氛之下，在那个过了新的一年要展开新的旅程、新的冒险的这个气氛之下，就会不小心写太多可能做不完的事情。哦，现在要去煮咖喱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可以一边煮一边听啊，一边叫你的室友一起听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开始讨论选总统跟博士班。至少再让我再给我几年的时间心理准备，好不好？心理准备很花时间的。好，可以开始讨论选总统。不是，好，对，我完全忘记自己原本想讲什么，真是的。好。但是虽然呢，有很多原本想要做完的事情没有做完哦，阿姆哥不要紧哦，我们其实有做一些其他不错的事情啦，对，就是像这个，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开一个直播，对不对？有开一个直播，然后请大家就是提供，算提供嘛，对，就是想要整理一个用台语做100件事情的清单，是的，然后清单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叫我去选总统，以及有人叫我拿台语去读博士，这些人是怎样？对，然后好像有缓慢的在执行，对不对？其实有缓慢的在执行这个要用台湾话做100项代志，这个部分其实是有，其实有嘛？对，等一下哦，我开一下那个清单出来，忘记要先开好了。怕被你们看到我的营业机密，所以我没办法直接那个，请见谅，请稍等。有了，是的，就是呢，好像看一下有哪些哦，这个大小应该看得到哈。反正真的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真的有这个表单，然后真的有写100件要做的事，然后就会反正有完成的，我真的会在上面写完成时间。等一下，我有截到吗？有。对，但是我好像挡住了嘛。好，那我给它过来，安呢？好，对，是的，就还真的有做呢，这个 Vocaloid 的经典歌曲台语版 cover 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听的那个也算啦。但是我们其实在2025年12月的时候，我就有跟博胜一起唱了，我觉得也算是经典歌曲哦，也算是经典歌曲那个。生命嫌咱这款人活得嘛没有艺术，这首歌是的。然后台语鬼故事也是在2025年年底，想一想发现其实就有做过了，就有做过了。那有机会可以在我的频道翻一下，可以去补这一支，好像蛮多人喜欢的，不晓得有出乎我意料，还蛮多人喜欢。然后我们今年也真的有试着开那个用台语聊1周时事以及国际新闻，真的有开。对，虽然没有变成每周固定的节目，因为我发现作业量比想象中大一点，所以没有每周固定开。不过没意外的话，下礼拜会开哦，对，那就是。对啊，不知不觉做了很多，真的，有一些是在那个写这个表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，其实已经做过了，然后后来发现不对啊，我去年已经做过了，就把它补上来啊！真的假的？你有跟其他朋友推台语新闻？太好了，他们喜欢吗？希望他们喜欢。对，那反正就是我目前的策略就是，如果我刚好有机会在6日开的话，我就开一下台语新闻。如果没有，那就没有。是的，然后反正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播放清单就对。然后到目前为止有3集，大家可以，我应该把这个贴过来那你们再等我一下，实在是很怕有什么那个工作不能给你们看到的被看到，等我一下好像其实没有，好，那没事。对，我先把那个连结贴过来，对，让大家想看的话可以来看。
大家就是如果很无聊哈，想要的三不五时的看一下阿辉这个的，就可以把它存在那叫什么？马志里晚安，欢迎，就可以把它存在你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我的最爱啊，差点讲成非常好色，天哪，好老。对，就是可以把它存在什么我的最爱之类的，就想到的打开来看一下。是的，你有在朋友群贴连结，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？下次不用这样吧，不用这样吧，不喜欢就怎么办嘞？就多问几次，问到他喜欢为止，好像也蛮恐怖的。对，不要非常好色，讲的好像我很老，不要，我不承认。我绝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绝对不知道那是什么软体。我怎么会知道那是软体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好，好，回来，太好了，逃避问题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哈哈哈哈，然后怎么办？好多事没做。这个要靠你们啊！有公开恋情的 V 捧，然后用台语证婚，要靠你们呢。好，然后，哇，这个过年前来不及准备，所以这个也没做出来。这个要再等下一个过年了，完蛋。好，然后我们还做了什么呢？这个是我补充的啦，这个没有在100件里面，但就是默默的有做这件事情，就把它写下来了。这不就你跟你老婆啊？不是，你们要双双出道啊！你们要双双出道才能在你们的，才能帮你们公开证婚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在聊天室证婚就是也不错，但是那个盛大的程度就是还可以更盛大。对呀，那个你们的爱值得被全世界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好，回来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对，然后今年还有做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进行的还不错的一个系列，就是拜喜系 game。想吃炸汤圆，我也想吃炸汤圆，真的好好吃哦！你们赶快去，你们赶快去结婚宴客好不好？不是这样。拜喜系 game 也做得不错哦，就是虽然有隔几个礼拜没更新，但是目前为止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在收集新问题。我有在收集新问题，就代表有找到那个愿意参加的来宾。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每个礼拜都会出一支这个拜喜系 game 的影片。然后就是会邀请各行，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系列，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系列在做什么，他就是会我就是每个礼拜会请一位对某个领域就是有了解，或者是就真的是从事那个职业的 VTuber 朋友，然后来回答大家在推特上提供的各种想问的问题。对，那大家如果有想要问问题的话，就是可以追踪我的推特。然后每个礼拜四，因为我最拜喜系 game， 所以我真的就是要有一个仪式感。都会挑礼拜4的时候来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，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在那边留言，问问题，然后就可以被专业人士回答，好不好？对，那就目前为止，今年已经过了10个礼拜哦，天哪，今年已经过10个礼拜了，好快！对，目前都过了10个礼拜里面确实有做一些不错的事啦，所以好像做的也还可以哈。对。好，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目前为止2026年的第一个小年是这样讲吗？的回顾，大概做了这些事情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半小时，怎么办？要干嘛嘞？你们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来，请直接在聊天室告诉我。来，就是我其实今天呢准备了这个非常沉重的，没有啦，其实今天准备了。算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嘛？好，我也不知道。请大家说你们想要坏消息是不是？好，先讲坏消息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我现在多少订阅啊？4054。对啊，最近过了4000订，好赞哦！哇，谢谢社畜1号的100，不是300块，讲错。哇，多谢你的介绍，祝你生活充满love。感谢社畜1号的300块，祝我10周快乐，10周不含年，10周是的，哇，太好了吧，300块，我又可以多活好几天了，好，再次感谢社畜1号的支持，然后七，好，然后讲到哪里呢？对啦，就是最近终于过了4000订阅。
好，坏消息是什么？我们还是先讲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呢，我不知道大家，我应该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只是大家不一定有每次都有听，不是每次，反正就是因为我没有一直讲，所以大家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。就是我现在算是全职在做 VTuber 频道，但是全职的意思就是没有从别的地方赚钱，对，所以呢，偏穷，然后目前我帮自己设定的期限就是。我觉得如果全职做这个频道的话，那好像2026年要完成，要至少2026年结束前要完成1万订阅，就觉得如果没有完成1万订阅的话，好像就该去找工作了，对，所以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坏消息，就是算坏消息嘛，就是找工作还是会开台啊，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对，搞得好像重大告知，就是没有啦，找工作，如果我去找工作的话，我开台时间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，然后。可能有一些影片系列就更新的频率可能会比较低，就是了，这也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也是要吃饭的。你们单位最近在征人，最近吗？我应该还是会拖到这个2026结束再决定，再决定。对，不用哭，妈妈可爱，先不用哭，不用紧张，那个还很有机会，好不好？阿酸觉得没问题。对啊，今年才过到3月14呢，才过10个礼拜。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一半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快要完成一半了，所以老实说，我觉得2026年要完成1万订阅是真的有可能的，如果我够努力，然后用对方法的话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天哪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感谢社畜1号又加了300块，我的天哪！感谢社畜1号，我现在要多一个便当，一个便当300嘛，我真的可以吃个3个便当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我的天哪！今天收到社畜1号的600块大红包，我现在充满信心。谢谢社畜1号，我的天，你现在是我的爸爸，是这样吗？还是你想当妈妈？我不知道你想要的称号是什么，或是你觉得爸爸妈妈都不好，你再跟我说，你今天想要我叫什么都可以。听起来好不妙，感觉有机会被滥用这个福利。好，父亲台语的工作都靠我们，会努力，我会努力的。很害羞吗？好，那好，又乱讲话，陈火蛇又乱讲话，我们还是正常点，对不起。好，确实我是会，你要把这段剪下来，你剪了，没问题，请剪。也有可能是陨石毁灭者，什么意思？他的称号讲的是陨石毁灭者吗？要的话也可以哦，我很乐意哦，没有问题哦，很乐意这样称呼你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剪有的没有的精华。好啦，复兴台语的工作，我会努力的，因为毕竟想要在 V 生做完100件，至少100件用台语做的事情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有做到事啦。对，那个有给我钱，我就会可以拿去，就是做事情会做得更有效率一点，一定会的。社畜1号老大吗？你到底想要我叫你什么？你想要我叫你老大还是陨石毁灭者啊？都可以哦。好，对，确实是想不开齁。好，坏消息讲完了。坏消息就是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就是2022年过完之后，我就去找工作。对但不一定啦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完成快一半了耶。对，哇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天哪！感谢昌大叔的750块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不会讲话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感谢昌大叔，我的天，今天大家怎么给我这么多钱？好害羞，不是好害羞，讲的好像很那个，好，怎么说？拍摄，哇！感谢昌大叔的750块。天哪！好，我会好好吃饭，好不好？其实平常确实有在好好吃饭，对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有很多人以为我没在吃饭，没在睡觉，但有啦，真的有。大家给我的钱，我真的会拿去吃饭的，真的有。对，好，那就谢谢大家。对，那总之呢，我们刚刚讲到对。还好是昨天抖内，不然今天要被比过去。不是，不要比，就是大家的宣导那个
哇，怎么搞得很像那个过年买，搞得很像过年买刮刮乐的时候那个投注站的宣导，就是不是啦，反正就是不要比，不要比，就是大家那个也是要优先照顾自己的生活哦，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有余力。然后就是自己的经济 OK， 有钱想要支持阿慧，再支持就好。所以不要比这个，不要比数字，不要比数字。对，好，原来有在睡觉，有啦有啦，真的有真的有，我只是晚睡，但是我也睡很晚，所以是真的有在睡觉。对，有正职工作也很好，这样可以稳定生活，才有力气开台。因为我之前还有工作的时候，就是会觉得那个做完之后。就是下班之后就有点没力气开台了，所以才想说好来做全职看看。对，所以不过真的就是有正职工作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那个收入，就也是在另一种方面，就是算是比较稳定。然后对啊，就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啦，就是不管是做兼职还是做全职做认真还是做兴趣，就其实都是大家的选择。大家就选适合自己的就好了，就这个也不要比，对，这方面也不要比。边拍谁爱给小穷，呵，一定穷，一定穷，一定很努力，一定很努力的。刮刮乐没中一定是买不够多，不对，刮刮乐怎么说呢？买越多那个根据那个几率啊，你买越多就是会越趋近于它那个整体该有的那个几率分布，你就会越稳定的赔哦。至少这是根据数学的结果就对了。对啊，大家买个买佚佗的，买一个欢喜的会使啦，买个气氛，买个体验没有问题，请适度投注。怎么今天在宣导这个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主播能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，谢谢你说的有道理。对，真的啦，真的就是对，还是大家都要顾好自己呀。对，也不只有主播，观众朋友也是真的。阿玲来啊！阿玲阿忙欢迎你来，你吃暗顿啊？不欢迎哦。个有敢是新朋友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这个字怎么念啊？啊，是我叫你阿勇，敢没使？哪里啊？这个字是从吗？从容，你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欢迎你来，欢迎，买越多送越多。你说买刮刮乐送越多钱给那个叫什么？给台湾彩券，是叫台湾彩券吗？没有在买，不太记得名字。投注不如拿来投资自己，不是不如拿来投资这里，哇，太好了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对，那个买刮刮乐会得到多少钱不一定，但是买阿慧会很开心。不是买阿慧，我刚才讲就是对买阿慧，不是买阿慧哦，车祸车。好哦，对，好，台湾彩券好，从容，不是不要拿人家的名字当那个梗 ，OK。柯老师菜，阿蛮欢迎你来，晚安欢迎啊！你食教会煮的鱿鱼糜食饱啊 ？OK， 今天是有活动吗？我有点没，我看一下啊，是今天哦，是今天吗？还是你们教会是今天？好这个大家那个有读历史的就知道，买阿慧会很开心，是会很开心，没错。不能买脚，不是阿慧单价多少？我很便宜，不是乱讲话。没有在卖，但是可以买我的服务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想说不是3月10号，那你们是3月14在做纪念活动是吗？可以买脚，哇天哪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哇，感谢伊头的300块，感谢伊藤绿茶300块买一个阿慧，谢谢哦。所以我现在只值300块吗？嗨，大举若，我是叫你大举若吗？大举若晚安，欢迎你来。不是算一碗的，我们不是糜，也不是面，也不是汤，不是算一碗的，好不好？然后阿玲是跟教会一起去发哦，原来如此。感谢一头的300块，我又可以吃3个便当，没关系，可以买一小部分就好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拆我哪里？不是怎么搞得很像开个台就要被大家分死？不对耶。不过确实有在想要不要出脚的周边。哇天哪，不是！感谢你的寄付，
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天哪、感谢社畜1号加了400块，为什么在竞标？为什么在竞标？为什么？感谢社畜1号的400块，我可以吃4个便当。我们现在是固定100块就是1个便当嘛？对，有些地方可能差不多是这个价格。天哪、一根喊价现在400，有没有更高？真的假的？要这样子哦？来这边一支400，一支400，我头顶的2支角，一支400，敢有人个要爱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呢？一枚偌济，一枚有点好笑又有点还好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昨天才说总有一天会 ban 阿玲？我离 ban 阿玲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。对，请问我是叫你 AL 吗？你好，是新朋友吗？是不是初见？对，应该是初见。初见，安安你好，我应该叫你 AL 吗？400一次，400一次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不是真的飙到，我是要怎样？真的飙到，我是要把脚拔下来寄去给你哦。没有办法应该是没有办法那个这个拔不下来，好不好？真的拔不下来，可以随便叫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就叫你 AL， 因为就是对，好，好 ，OK， 我 AL 是烤肉台，好，有机会可以烤我的肉哦，谢谢。不要啦，不要拿工具出来啦，给西麦贴出来啦，真的拿锯子跟不是，你们也太一致了吧？你们好恐怖哦，你们超一致的你们是怎样？不对，今天不是这种台，我们不是这种地方。对，欢迎新朋友，我觉得今天新朋友好像也蛮多的，欢迎你们来，欢迎你们来。对，第二个坏消息，我的脚要没了，不对啦！天哪，天哪！我真的好啦，总有一天会做这个痛失脚计的企划。被你们迫害成这样，等一下我的订阅怎么增加了？谢谢，怎么有人突然支持我？太感谢了。好，原本想说呢，我们来计划一下这个。对啦，我原本要讲的是，就是好，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刚刚没听到，我们再整理一次。就是总之呢，哇天哪，社畜1号加入了会员，成为了灰团，感谢你加入会员。太好了，这样你可以看我家猫咪便便的影片了。好奇怪的会员福利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那但总之就是没有错，你可以看我家猫咪便便的影片了。哇，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乐。天哪！感谢猫猫可爱的500块。感谢鸟鼻哥追寄付500块，出500。好，我现在脚已经叫价到500块了。我2只脚可以卖，而且还可以再生。不能再生，我不是有说不能再生，不能拔吗？我有在讲，你都没在听。坏消息只有2只，真的耶。对，还有感谢一头刘克强已经加入会员3个月，你已经是3个月大的抓鱼了。对，感谢你，恭喜我4000订阅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对，希望今年，对啦，今年目标就是希望真的可以完成1万订阅。对，目前看起来进度还 OK。我努力。人家是火烤牛舌，我们这里是牛烤火舌。什么叫牛烤？是那个吗？中世纪那种铜做的牛，把我丢进去里面烤，是这样吗？卢玉华，暗蛮欢迎你来。哦天哪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。救命啊！感谢社畜1号的600块，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乐福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脚现在已经叫价在600块了吗？600块一次，600块一次，真的膜拜请大家膜拜他。等一下，我数学不好，到目前为止，社畜1号到底今天已经短短的1小时内，或是可能半小时内，到底已经给我多少钱了？等我一下，数学非常差，但是我必须看一下，我必须了解一下，到底在我身上，出卖脚好像蛮值得的。怎么可以这样讲？你数学也不好，真的假的？你的钱呢？左左你好，晚安，欢迎你来，我可以叫你左左吗？欢迎。吃晚餐了没？整组给人家了是不是？整组是包含脚，还是要把脚拆掉？天哪，我真的要叫你爸爸了，我救命！会不会今天已经比你初恋还多了？有可能有可能今天那个，如果我们画个圆饼图，不要啦，画圆饼图好那个还有压力
有啊，有出练台啊，就是我们那个收益化过了之后，有一个初次的练财台，叫做初恋的滋味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是的，嘎嘎地真好碎碎，然后来取悦大家，然后请大家给我钱，就是一个我很可爱，请给我钱的节目。对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谢社畜1号一直给我钱，我们可以启动酷炫跑马灯了。对，我们的赞助已经多到可以这样转圈圈了。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跑马灯在动？对，感谢今天各位提供了很多经费，对，提供了很多经费，让我可以继续做事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得奖感言？我其实也是蛮会发表得奖感言的嘛。那看来我值得多得几个奖。好，可以叫你左没有问题。记得当时还有其他衣装还没公开哦。对呀，那个时候这个初恋的滋味的这个台就是还有准备好几套，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啦，就是女装节目，对，然后准备几套不同的衣服，就是有拿到钱就会换衣服这样子。好消息，我的脚会再生？没有这样说，我不是说了脚不会再生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下次是不是真的应该开一个那个竞标脚的台啊？是不是真的开一个竞标脚的台？感觉很有赚头感觉大家很愿意为了我的脚，很愿意为我的脚出钱我该了吧？下次缺钱就出来开这个，太好了。要付多少钱才可以再生？你很会问问题哦，要付多少钱才可以再生？好啦，开募资条啦，干脆开募资条啦。募资满多少，我的脚就会变成可再生资源。好过分哦！天哪，这是练财的滋味吗？超快乐的。初恋那种感觉有点危险，也还好吧。那天也没做什么太奇怪的事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们应该没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。什么火蛇要在直播出卖自己了？我不只会在直播出卖自己，我还会在影片更新出卖自己，对不对？我还会跟伊里一起出那个腐向的宠粉的很浪漫的歌的 cover。什么啦？可以竞标角变成夺魂剧吗？太恐怖了！为什么是这个路线呢？感谢长大叔，只要阿慧好好生活，台语附赠就多一份助力啊！太感动了，好爱听这个话。对，确实，就是我会努力好好生活，然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对，是的，那叫什么呢？就是吃饱不用烦恼那个没钱的问题，就可以好好做我觉得重要的就是附赠台语需要做的事。是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还有今天的老爸，今天的老爸社畜1号的赞助，原来我是练助吗？我很乐意成为练助，有钱我也很开心。有读硕班的募资吗？总有一天吧，我觉得总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出现这个募资条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想要看我读硕班啊？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想要看我读硕班？我很好奇，是想要我成为这个学术方面的，也不一定到权威，但是怎样？想要我在学术圈多努力，然后做研究，还是怎么样吗？还是只是因为知道我不喜欢念书，所以要逼我去做我不喜欢的，逼我去做痛苦的事，你就觉得很快乐？到底是怎样？我好混乱，头好痛，要长脚了。完蛋，想看论文写不出来的压力，我就知道哦。要再出可以找你，好，没问题。一起生产学术乐，我的良心应该不允许我这么做。刚刚有看到 cover 的 short， 是从那里来的吗？你好，我们等一下就会降落过去看 cover 的。那么左问会开图书台吗？有在考虑因为我的那个我把它关掉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关掉了。我们那个要用台语，这辈子要用台语做的100件事情里面。有那个其中一项就是要用台语开读书台，所以确实有可能会。然后我没意外的话，下礼拜就会开读经台。好像讲太多，对，一直在预告下礼拜的内容，对，因为那个100件事情里面也有用台语读经，对，所以我下礼拜应该试着用台语读经，有想听的可以来听。脚不会再生，但是火蛇会重生。我是凤凰吗？
是怎样把脚拔掉之后直接失血过多就可以重生？各挖几盖是这样子哦。想要叫我陈火蛇教授加博士先生，好的，你现在就可以叫，不用真的是教授加博士也可以叫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请让我看一下，我是应该叫你巴萨拉吗？我可以叫你巴萨拉吗？还是我应该怎么叫你？可以告诉我。初见安安，欢迎你来啊！该不会也是因为看到那个要出台语版 cover 的 shorts 所以来的吧？是这样子吗？原来不是博士班，是唱诗班。你没有要唱哦，没有要唱哦。我原本的规划还没有要唱诗，但好啦，有机会唱诗歌也不是不行。但我目前还没想到好啦，有机会的话可以，有机会的话可以。原来不是火蛇，是火鸟，燃烧吧，火鸟。不是才刚说没有要唱歌，怎么又唱歌？读经是这样子吗？读经是这样子哦。巴萨拉就好，好，没问题，太好了，欢迎巴萨拉来看我的台，有赢的点来加这，平常讲台语比较多啦，但是今天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了比较多中文，但是是的，平常还蛮多机会是几乎是开全台语台，所以如果有喜欢听台语相关的内容的话，就可以常常来呀，也有可能是火脚，好的，火脚嘛，燃烧吧火脚这样子，不要烧它，是的，那原本我想说，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没有想到今天会这么热络。原本想说，如果剩很多时间不知道做什么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规划一下这个我达成万定之路应该要做些什么事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好像只剩8分钟就要准时去听 cover 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我再自己补。看到可以买脚就进来了，不能买，还不能。对啊，以后如果真的有出周边的话，说不定啦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出周边的话，说不定。剩不到10分钟可以听 cover， 哇酷哇酷，对啊，很快哦。我们在拉赛，算拉赛吗？应该算。对，我们在拉赛个8分钟，对，拉赛个8分钟就可以去看了。火脚烧成龙角散。不要这样对我的脚，你不要把它拔下来，从拔下来开始就不对了，不要这样对我，拜托。原来不能买脚，还不能，之后真的有出周边的话会跟你们说。对，刚刚竞标到640的可以买脚，请问你要再出价吗？600一次，600一次。等一下，现在真的在练财哦，真的吗？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好消息真的是要卖脚吗？啊，还没。对，虽然那时候在想那个要做的周边内容的时候，确实是有一些脚相关的，对，确实是有一些脚相关的周边有打算要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还没出。对啊，我最近看到其他 VTuber 朋友有在卖周边，就觉得我好像也要出一下周边不是因为要练财，是想说大家是不是会想要有一些可以收藏，然后就是可以，或者是可以就是秀给朋友看之类的各种东西，所以就会想说好像该做一点，然后好像都一直没在做啊，我应该反省。那总之好消息真的是要卖脚吗？还没，但有要出周边的时候一定会有脚相关的周边啦，是肯定会有的。喂，真的假的？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乐福。天哪！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乐福。感谢巴萨拉的670块，我的脚的价值现在有670块了。Oh my god！ 身价飞涨。好，670块一次，谢谢巴萨拉，让我可以吃6.7个便当。真的要买脚？对，不会真的把脚锯下来。就是送到你家哦，没有哦。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买个那个嘴巴讲哦，还没有真的出脚相关的周边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大力宣传。陈火蛇开始变贵了，谢谢。周米晚安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看。陈火蛇开始变贵了，我从很 free 的主播变成有点价格的主播了，从很 free 很免费变成要收钱。工厂制作的脚，你不要说破。饭友有出左说饭有，我最近好像没有特别在直播的时候宣传，但是是的，有出饭友，然后
我想一下，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？如果有在我的 Discord 伺服器的话，就会看到。对，那我的饭友，好吧，我看一下我的 Discord 伺服，有我有开着，太好了。我先把那个链接，如果真的有人想要买饭友的话，是可以去这边买。但我的频道很多，让我找一下，找到了。感谢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天哪！天哪！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感谢射出1号的670块，哇，真的竞争激烈！感谢射出1号又出了670块，现在真的是6.7个便当。对，又获得了我今天获得的便当数量是不是可以吃1个月啊？我的天哪！然后哇！啊，按错了再补什么意思？按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干嘛？等一下你要干嘛？我现在贴上来的是，如果有人想要饭友的话，可以在这边买，对，好好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突然获得很多钱，这个我突然觉得我又可以活一阵子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你的寄付，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。天哪！感谢射出1号又多了100块，补到770。我的天！感谢你的寄付，又多一个便当。Oh my god！ 感谢你的寄付。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， 多角化经营，不要这样，没有那么多角。等一下，你们不是大家那个给钱的速度有点太快了。等一下，感谢昌大叔又多了650块增加竞标金额。感谢昌大叔让我可以多吃6.5个便当。怎么会这样？今天怎么大家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现在真的是处于一个。这个叫什么呢？非常震惊，请陈火蛇开始多角化经营。我的便当越来越贵了。好，我下次应该有一些那个更一致的换算单位。天哪，好恐怖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会活用这些钱，然后让我可以尽速提早达成1万订阅的。谢谢各位，真的谢谢。多角化会变成海胆吗？我想一下，会变成海胆吗？还有什么很多角的生物？我在想，变成海胆之前，还录那个进化途中还会不会有其他步骤？但我现在想不到那真的是一步登天直接变海胆吗？好吧，我从宝箱怪变成海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这种台吗？搞得很像我在出卖肉体，虽然出卖我的脚是肉体的一部分，没有错啦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对我太好了。金火蛇海胆化什么意思？我要出海胆皮是不是？怎么会想看陈火蛇变海胆呢？河豚吗？河豚有道理耶。河豚好像蛮可爱的。河豚不知道为什么意外的可以接受。我要先变河豚，然后再进化变成海胆这样子。我好像没吃过海胆耶。海胆是不是什么很高级的食材啊？怎么感觉我变成海胆，我的身价又要飙升了？好像变海胆不错有道理哦，就是又变得很多角，然后又变得有这个身价飙升的这个意象也有在里面，哇，太好了，没有错，感谢今天大家给好多钱，哇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有客到就要付钱吗？没有错，海胆好吃真的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好像是可以试试看脚的透卡，从来没想过，天哪，伊里。如果出脚的透卡吗？好恶劣的周边哦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又可以敲来吃是怎样？从我是宝箱的时候就想要把我敲开来吃。天哪，宝箱怪是一种海胆吗？有道理，海底宝箱嘛，那个颜色，对啊，这个蓝蓝绿绿颜色看起来确实很像是泡在海里。对，阿玲说歌词一定写得很好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好。我们准备要降落去 cover 之前呢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的 cover 呢，就是。对，如果看到封面的话，或是有看到我一直做的各种疯狂暗示的话，是的，就是是我跟伊里一起唱这个 Vocaloid 的 Vocaloid 的经典歌曲 Magnet， 然后这次的台语填词呢是阿玲帮我们填的，然后已经7点了，好，不能讲太多了。那再次感谢大家给我一大堆的钱，让我可以很努力的做事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
那我们就赶快降落过去吧，我们赶快去听 cover 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，谢谢。天哪，大家真的对我好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哭了。我可以吃便当，或是吃更营养的东西。谢谢大家。